我们下面要讲真实的念佛公案。这个在《念佛感应见闻记》里面有记载这一段内容，非常的精彩，让人非常的敬佩跟感动。念佛的重要性有这个地方完全凸显了。那么这个公案的经过是这么情况：住在台中近郊北屯乡村的一位莲友，他的名字叫做赖林志。由于他先生叫做阿俊所以大家都叫他阿俊嫂。他64岁，每星期三以及星期六呢，他都到台中慈光图书馆以及莲社去听经闻法。他不认识字，招募客诵，只会念佛。他有一个女儿，名叫阿兰，18岁的时候就坠夫了，招了一个男孩子到他家里做他的夫婿，生一个男孩，名叫阿达仔。当阿达仔3岁的时候，有一天阿达仔在门口游玩，忽然间走来一只母猪，就把阿达仔给撞倒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阿达仔就发高烧了，竟昏迷不醒了。根据医师诊断是脑膜炎，中西药看都无效。20天以后，竟然一命呜呼大约在下午8点钟，他就气绝。他家人把阿达仔放在大厅中间的地面上面，用一条破布袋盖着。死亡诊断书已经准备好了，预定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准备埋葬。阿俊嫂眼看着孙儿死去万分的痛心。他那一天晚上依然在课诵念佛，可是悲哀的情绪是难以压制的。他一边念佛，哭着向佛菩萨诉说：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你怎么不保佑我呢？我在这个村里附近，只有我一个人信佛念佛，人家都笑我说，这么穷的人还信什么佛呢？还念什么佛呢？以后他们知道这个事情，一定会更加笑我佛菩萨你为何不保佑我呢？阿俊嫂又大哭一场，昏昏沉沉的就上床去睡觉了。但想起一个可爱的孙儿死掉了，翻来覆去的，他总是睡不着。大约经过4点多钟，忽然看见一道金色的光明从虚空中射入厅堂里面，光明灿烂，不可思议。一刹那间，忽然听到20天都不会哭泣、手足僵直的阿达仔呢，大声哭出来了。阿俊嫂和他的女儿阿兰赶快去看，只见到阿达仔的双手已经把布袋给扯开来了。他们2位惊喜交集的把他抱起来灌了一点开水，他自己会吞下去，真是不可思议第2天早上，他们就把阿达仔抱去北屯给医生在检查，医师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死了还会复生呢？太神奇了。所以各位，在佛的眼光这些都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们众生认为已经死了，哪有可能再复活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但是在佛的眼光，知道这个孩子悲惨可怜，他的奶奶又是这么虔诚在念佛，不忍心让邻里的乡民来取笑他，所以佛菩萨这么大的感应在他最需要的时候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已经死亡的这种关键时刻，佛呢马上示现，直接佛光普照，让他能够起死回生。佛太伟大了，太慈悲了，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好好的念佛，不单弘凶化吉、意难成祥，更重要，佛慈悲的答应对我们众生的誓愿，只要你念佛，我一定来接引你的。这是佛亲口告诉我们众生，我们一定要相信。我们借这样一个公案来给各位大家互相勉励。阿弥陀佛。